你看，咱们的到后面，叫他车就弄了一把。就我停那个地方里边那一个院不知道给他了。我停车那个地方给里边的。那你？对。人家摆烧烤的，那卖烧烤的那个。要不你坐着路我就弄。现在不是不忙吗？挪了也不合适。你再去挪就行了，月儿电车月儿给搂上了。挺晚都去了，挪了挺晚。